大家好，我是面壁先生。今日开始前，先带大家向下来做一下暖身运动。好，开始前先准备瑜伽垫，好，不用到踢奶风。先起到瑜伽垫顺空，双手往下延伸，好，感受一下我们的大腿后侧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双手支撑地面，好，向前行到你的手臂垂直地面，都要停一下，张行转来。好，要在动作有没有像毛毛虫？很多毛毛虫运动哦。好，来先准备做踢一下，好，翻下来，向前行，好，停一下，行转来。好，踢3度，繼續哦，停下，行轉來，好，最後一下，停下，行轉來，好，踢呢隻動作係弓箭步，好，那先右腳往前踏，好，那我們的右腳腳跟貼着地面。双手呢，卡起来，好，卡到跳拿蛋糕。先向我们的左片延伸，右片延伸，好，弯片，左脚，卡起来，双手卡起来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这样转来，继续，卡起来，左片。右片，好，转来，左腳，行起來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右腳，雙手行起來，要記得搭配你的呼吸。好，換左腳，好，雙手行起來的同時，好，我們的呼吸做吸氣。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右腳，行起來，左片，右片，左腳，好，最後一下，撐住哦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大家做動好哦，接下來同嚟向下做躺下運動。今日呢個訓練係上肢背部訓練，好，那開始之前呢，先準備一種墊呢。那這個椅子呢，4個腳必須穩固在地面上，然後要有椅背的，啊，這樣會比較安全。那再來要準備一條毛巾，那這個毛巾的長度呢，大概略寬於我們的肩寬，略長於我們的肩寬的長度，啊。那第一個動作呢，我們會先進行坐姿的 W 字母的下拉，好，那我們的手呢抓在毛巾的兩側，好，所以抓好之後呢，先看一下我們的雙手的間距是不是略寬於肩寬，好，有的話我們再進行接下來的動作，好，那預備動作呢，請先把我們的雙手往上舉，好，豎起來，好，我們上肢背攏出力，好，挺胸。那這個是預備動作，好，在你的雙腳踩穩地面，好，那開始之後呢，請你雙手手肘彎曲，好，把毛巾往下拉，好，並且這時候搭配呼吸，下拉的時候是做吐氣，好，下拉之後到我們的毛巾到下巴的高度，停留1秒鐘，再回來，好，回到預備動作，好，這樣子算1下。那這個動作我們會進行10下，是1組，會進行2組的訓練。好，那我們雙腳踩穩。好，補充一下，我們的椅子呢，不要坐滿，我們坐1/2或1/3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再來我們雙手往上，好，進入到預備的動作哦。好，背攏出力，好，準備，開始，手肘彎曲，靠近身體。
1，吐气下拉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9、10，好，大家做动后哦。好，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毛巾，好，毛巾必须要把它拉紧，好，所以做的过程当中，毛巾呢不能是往下垂放的，好，要把它往外做拉紧的动作。在第二个呢，我们的上半身要挺直，好，不能出现驼背的动作。好，在第三个搭配我们的呼吸，双手下拉的时候呢，请你做吐气的动作。好，到低点，我们的毛巾是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背部要感觉到有出力的状态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回到双手往上举的动作。好，回到预备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的训练。好，都正劈通奏。好，竖卡松起。好，正劈。回式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9、10，好，太卡做了动后哦。好，那我们第1个动作训练就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个训练。那第2个训练呢，我们会把我们的双手握距一样，但是把我们的毛巾往前伸。好，预备动作是双手的手臂平行于地面。好，双脚一样踩稳地面。好，那开始之后呢，请做吐气，并且把双手夹起来，双手夹起来。好，背囊出力。好，毛巾夹到条拿档骨。好，停留一下1秒，不用下来。好，回到我们的预备动作。好，这样子算1下。一样我们会进行10下2组的训练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1组。好，预备动作。好，正劈，回式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！8、9、10，好，开卡做了动后哦。好，那这个动作我们要注意，我们在往上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呼吸要做吐气的动作。好，下来请你做吸气，回到预备动作。好，在第2个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 boino， 好 ，boino 会出力。再来，我们往上举的时候呢，双手的 gentle 我们会出力。好，往上举，把毛巾往上举的时候，好，肩膀会出力。那一样，我们的上半身挺直，好，不要出现驼背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的训练。好，正劈通奏。好，回式。1，不用下来，天天也不用哦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深。哦，泰卡做到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2个动作都已经完成了，准备进入第3个动作。那第3个动作呢，我们的预备动作会是刚才第2个训练动作，往上举。好，竖起来，然后腿拿档钩。好，这个预备动作。好，那我们会先由右手 U 束开始，右手呢手肘弯曲往下拉。好，让我们的手肘靠近我们的身体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的毛巾是要拉直的，好，会拉紧的，往下拉，好，停留1秒钟，回来，伸直，好，弯做数，来下来，回弄出力，转来，好，那单边完成我们就算1下，一样是做总共10下的训练，要完成2组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第3个训练动作，好，双手。拉紧毛巾，好，抬起来，好，减头，稳停，好，正劈，回式，U 束，啊 ，U 束回式哦，2、3、4、5。听听的标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泰卡做到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，第一个一样是我们的上半身维持稳定，好，不会显出力，然后我们的双脚踩稳地面。那我们下拉的时候呢，双手单手右手往下拉的时候呢，请你做吐气，好，搭配我们的呼吸做吐气，好，在底部停留1秒，好，回来，好，再换到另外一边，好，再帮做数，好，转来，好，而记得搭配你的呼吸，好，这样子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 boino 都出力，好，正劈，第2组。正劈通奏，开始 ，U 束，奏数2、3、4、5、6，加油哦，7、8。9、10，好，泰卡做到动好哦，好，先休息一下，喝一下水，记得补充水分哦。今日嘅训练係上肢背部训练。那我们的开始之前呢，我会准批用关水，好，给水要总黏来，好。没有装满的话，我们的里面的水会左右晃动，啊，会造成不稳定性。那听你会准批一种灯呢，那这个椅子4个脚呢必须稳固于地面，好，那要有椅背，好，要有椅背。好，那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会先把我们的双脚，那脚踩稳，啊，都踢奶方，脚切头，好，呈现90度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上半身。往前，好，双手呢掌心相对，好，掌心相对，按你黑预备动作，好，那开始之后呢，请你把双手竖起头，抬起来，靠近我们的身体2侧，好，往上抬，好，感受一下我们的背囊出力，背囊出力之后，张胸下来，手肘伸直。好，按你黑1刀，那我们一样总共做10下，做2组的训练。好，那我们准备第一个动作，好，准劈，回式，1、2、3、4、5、
6、7、8，加油哦！9、10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大家做动后哦。那我们的双手呢，手肘记得要靠近我们的身体，不要往外打开。在第二个呢，我们上肢往前，松绳往前之后，我们的背部不会弄，会先出力。那往上滑之后，会感觉到我们的背弄有出力，之后将冰下来，冰到我们的手肘伸直，这样子才算完整的一下。那第三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呼吸，我们的呼吸往上滑之后呢，往上滑的时候是吐气，下放我们做吸气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二组的训练，都准批通做。好，准批，不会弄先出力咯。好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家做了动后，那我们第一个训练动作就已经完成了。那准备进入到第二个训练动作。那第一扎通做，因为用一扎关呢，水关呢。那我们会有一只手拿水瓶，那另外一只手呢没有拿水瓶，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没有拿水瓶那只手支撑在我们的太极方。那我们会先从右手开始，右片做5度，之后将弯左片，将弯左数。好，那预备动作呢，跟我们刚才第一个训练动作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上肢背先出力，背拢先出力，双脚踩稳地面，差不多踢奶风。好，我们上半身往前，好，U 数，先 U 数开始。那我们左手用到左片给太极方，好，开始之后，我们把我们的手肘往上抬，好，一样做吐气。好，下来做吸气的动作。好，用到我们的手肘伸直。好，那双边跟单边的某 Q 用给踢缝黑，我们单边的动作呢，会有养成我们的身体抗旋转的能力。好，所以会练到我们身体稳定我们的上半身，不要做左右的晃动。好，那我们先从 U 片开始。好 ，U 数拿水关呢，做数。长度左片给太极方，好，转批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分左片哦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大家做了动后哦。那我们在动作的过程当中，一样我们的双单边的动作，一样让我们的手肘竖 chip tail 靠近我们的身体做往上滑的动作啊。那第二个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 gain tail gain tail 不能出现耸肩的动作要把它往下做出力的动作，稳定好。好，那在第三个呢，一样我们的 sub chip tail 弯曲往上抬的时候呢，请你做吐气的动作，下放请你做吸气回来，不用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二组的训练。好，准批通做，用 U 数弦，U 数弦开始。好，准批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分左片，6、
8、9，加油哦！10。好，泰卡做了懂后哦，那我们第2个训练动作就已经完成了。那准备进入到第3个训练动作。那前面2个训练动作呢，我们会用到是我们 Boino 跟 Deep Beyond。好，那第3站我们会用到我们的 Gentle， 会不会给 T 缝？好，那我们一样把我们的双手拿水瓶，拿点水管呢。好，那预备动作呢，跟我们第1个训练动作一样，上半身往前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用我们的手背朝前。好，刚才是让我们手肘靠近身体。啊，这个时候第3个动作呢，会远离身体。好，7條大開來。好，那开始之后呢，一样做吐气往上抬。好，抬到7條都接近90度的位置。好，張邊下來。好，按你算1度。好，做10度。我们一样要做2組的训练，好，都準備動作，好，準備後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泰卡做了懂后哦。好，那记得一样，第1个要搭配我们的呼吸。好，往上抬的时候呢 ，Boino 出力，好，做吐气的动作。好，那用下来的时间做吸气的动作。好，要记得。那第2个呢，我们的上半身虽然有往前，好，但是不能出现驼背的动作。好，做不得按钮。好，做 Boino 先出力。好，那你这样稳听，好，稳听的做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的训练，都准备动作。准備，開始，1、2，啊，數7條打開來，3、4、5，加油哦，6、7、8、9，前後一度，10。好，大家做到動好哦。今日你嘅動作記得平常時要練習，怎麼進來進好。休息一下，喝下水，記得要補充水分哦。